个不要放。嘿嘿，鸡心，烧肉鸡心。大肠。大肠，哎，鸡心要来哦，鸡胗跟鸡心要来。加多少？20。我摆这个路边摊吼，我摆了假时吼，差不多3-4年就了。等一下还要那个换别种口味了。爱切的话，我让我切了，我切好了。心5吃50。好。啊，酱料自己加哦。对，敢吃酸辣吗？好。不敢吃酸辣，如果敢吃的话可以吃，我们可以试试看看。Halo teman-teman, nama saya Chen Anna, datang dari Indonesia. Umur saya udah 40. Saya tinggal di Ilan, sudah punya 2 anak. Cita-cita saya mau buka toko Indonesia sama toko Taiwan. Terima kasih atas teman-teman. Ngày mai菜啊，我来摆日时的菜，还有爱做那个小鱼干呢，客家。差不多20礼拜来2-3年，阿舅爱都来啊。嗨，老板娘。嗨，老板娘，我来买菜哦。对啊，让你们生意越来越好。谢谢谢谢。你也要越来越好。哦，真的啊，一定要的。太久没有卖了。还有。因为今天有的都休息，你知道吗？没办法卖这么多。我买那个小鱼干，还有醋。你妈妈呢？掏给你哦。我要小鱼干。小鱼干呀？对啊。好，那你看你要哪一种小鱼干？哎呀，最小的啊，这个对啊是大一点的，所以你觉得你要哪一种？小的啊。小的要多少好？300。300块钱哈。OK。你是哪个国家过来？我国际牌的啦，印尼的啦。印尼。哦。对啦。印尼跟那个越南都很会煮东西哦，他们很厉害，他们都很会讲我们台湾的语言。入境随时。嘿，有些连讲那个台语也很厉害哦。我们在讲台语呀。那个外省人还厉害。讲台语较多啊。对，咱台湾已经变成联合国啊。对啊。太棒了。这个，还有这2个，好。好。410哎。对，你还少给我10块钱哦。我跟讲话啦。你过爱我。啊，你正搞嘞，你过来讲国语，过来讲台语。国语、台语、印尼话、越南话、客家话。买好了，爱转了。你要买转来先洗，按东西爱洗啊。
我的工作有工厂，还有摆摊，还有文化讲师，有你的阿扎拉都这个就好做，跟人家分享啦，还有跟人家翻译分法。ngay buổi khai nhìn họ ngay bạn ngay mà hắn yêu ngay yêu chít chặt xong ti trẻ mẹ ngày phải hàng tỷ lão ta对第一个啊老大真的很辛苦因为我19岁都交嚟台灣嚟那时候是用家介绍嘛我就顧店然後都是認識跟每年啊每年啊哈我biasa都是買東西買衫褲啊每年講sẽ每年交嚟台灣我講啊唔會我交老公吼講啊媽愛交來講吼不然就是讓媒人說他的生活環境還不錯那干娘的是做 RD 啦做那個 RD 就是里長然後我婆婆她是做中婆嘿中婆廚師外匯那種中婆廚師然後他自己也是有穩定的工作，然後講說那應該聽這樣子還可以啊，想說你嫁過來台灣會改變生活，結果更慘。下樓啊，下樓。哦，小魚乾，共5隻啊，共5隻先泡啊，家下泡好再來煮，這樣袂臭啊。冇是按手手啊，應該洗到冇洗啦，愛先泡讓好洗，先泡嘅梅，手嘅梅泡下啲，上愛快點啊，這個上愛洗，有啲是按到就做按浪費，然後都是工廠全冇累，按到了這個啊來轉行啦，轉行來做事啦。跟你老公拿錢就好了。哎呦，不用啊，自己啊。自己賺錢啊！冇靠老公，愛靠自家。因為我想要交來嚟台灣吼，就是講還可以幫忙啊，也愛，然後就是還可以幫忙這個改善經濟的壓力。嫁過來這邊，我說好，我嫁過來這邊，我會上班，我會去上班，我會打工，就是會拼命的賺錢。我來的沒多久，像第一個紅姐。然後就是也沒辦法出去工作，只能會打工這樣子啊。有上班，但是沒有這麼多錢，我也沒有錢寄給父母啊。哦，酸。你要好印尼的口味啊，就不要放那個番茄，印尼的口味哈。第一次看哦，很特别。等一下你吃看看，你就不一样哦，真的是，吃到你会爱上我，真的是哦。外面买不到哎，外面买不到，正佳美食才买得到哎。快好了，快好了。这个是人家订的，我一定要做啊。因为我们过年就是要吃这个粿拉比印尼千层蛋糕，尤其是有钱人一定有这个的。那时候我们小时候没得吃，都会去人家拜年就会吃这个。印尼千层蛋糕一层一层它代表步步高升，就是你碰到事情，每一步你会上去，不会说啊，就是。不会想了我们的心情很低落，就是有会明天会更好的意思。甲我媽好呀，還有看網絡的都是我姑的來自叫做個蛋糕，要做蛋糕，我含去教我啊，含去教人班做啊。剛開始是1、2個，後來3、4個，後來越做了越多。對啊，像過年一定會有的。可是你前面。一只树皮耶，要冲我干。两爱直播啊，分享给大家，就是他们有的朋友会点进去看啊，分享爱做的小鱼干辣椒酱啊，还有那蛋糕啊，就是哈哈哈，
我们的印尼小鱼干辣椒酱。Ini kamu lihat orang Indonesia bisa juga bahasa Indonesia. Dia mau belajar. Thì dịch liên ngay cả căn nhân còn nặng ngay lấy trò ngay là cậu lấy đi ngay mời bục ha ngay hi trò sẽ nhưng mà còn cái còn họ然后其实带ngay去做那个成衣厂做衫裤的成衣厂折衣服的，后来他有做中婆做追咖中婆那种了，我就边看我说你去我去帮忙，我婆婆有她忙不过来叫我去帮忙，她是有给我钱。印尼千层蛋糕好吃哦，千层蛋糕，哎，等一下我要寄去给你妹妹，你姐姐啦哈，好，给你。我来吼，我做含基红节啦。我大的儿子，每个礼拜转，我就做本啲写了英文吼，寄去外背图书啊吼，没识到妈妈煮的味道啦。嘿，去抽客运转来，然后到阿里地方抽公车转，嘿。我现在在清华大学念书，那通常的话是每个礼拜或每2个礼拜回来宜兰一次，这样子。一方面妈妈也忙啦，那我就想说自己搭客运回来，因为新竹到宜兰还蛮方便的。哎，不好，我都来了。有塞车吗？没有，没塞车。啊，然后煮那个、啊？然后煮丙级证照那个料理哦。要，我要写。哦。在做。好。Mua ngã cá sắm xa, mua cả lò cũng khai là, chứ mùi cái biasa xịt chiều mua tô xe, xịt chiều mua tô xe, chính hệ nhông hệ 20 lăng nghe nào, đến hết à, bán chuột hết à, mua tiền à, buổi tối xe phố xịt cá bán chuột hết à, ngày ngã, những buổi ngã lò cũng xịt chiều thật chiều đeo à, mua phản phật nhường này đeo, buổi tối xe phố mua nhường nó. 干脆自家搬出来吃好样啊！师傅搬出来吃自家存都自家用啊，系啊。我教来的啥，给他就做鞋、做铁工，还算蛮稳定的。啊，没想到就是过了不久，整个经济压力就垮掉了。后来他就一直喝酒啦什么的，喝酒不出去外面工作啦，啊，精神也有精神状况啊，什么都有啊，啊。 陆陆续续在农民医院啊，几乎陆陆续续在农民医院。我不是跑法院，就是农民医院啊，警察局。你要去接，你要接滴滴还是我接？我接啊。好啊，你去接。有用料理就好，我去接滴滴。好，那等一下你顺便帮我买葱跟那个高丽菜好不好？好啊。我爸酗酒的行为是把酒当作水在喝，他没有办法买得起那种高贵的酒，然后就反正有酒就好，就是买那种米酒，或者比较便宜的那种高粱酒来喝，对吧？反正有酒就好了。在做铁工，
不知道有点像临时工那种感觉。正常的时候至少会工作会拿一部分薪水给家里使用啊。可是印象中就是工作是时有时候有在做，有时候没在做。哎，坐下来。哇！我觉得小时候提到我爸这两个字，感觉是不太喜欢，甚至不想承认有这个角色存在。国小那时候读国语课本会把爸爸的角色或爸爸的形象描述成爱家、持家、赚钱，或者是对小孩子很好的那种样子。可是对我来说，我爸好像都没有那种特色或是那种特质存在。好 ，OK， 好了，先吃饭了，等一下再说。OK 了。这是老师装给你的吗？不是，还是你自己装的？哎呦，小心哦，这个小心呢，嘿，哈哈哈，再拿起来。再加一点那个油，然后加一点油，等一下哈。咱炒料吼都是印尼面、印尼炒面。来，吃饭了。阿天，这个给你吃。这个没有辣的给你吃，等一下你吃饭。你去洗手了没？哈，你好，我师傅进来吼，我煮了佢愛食的菜啊，要印尼炒面，還有咖喱，還有啲你為什麼愛啲吼？哦，我上課會學啊，今年學啊，每個禮拜煮啲每個禮拜都會煮，為了考試。然後我師傅愛食啲印尼面，因為我怕你在外面很辛苦，所以媽媽每次回来就煮给你吃。哦，懂吗？我懂。这个你不是喜欢吃的印尼面？你说很喜欢吃妈妈煮的印尼面。阿弟，你赶快来吃。这个有辣吗？有辣。很辣吗？还好嘞。去年搬出来嘛，不是2年多前吗？2年多前啊？去年而已啦。差不多2年啦，2年啦。就是那时候，我爸的状况不太好啊，然后每2-3个月都要上演就是强制送医那个。龙缅医院啊。手断了。对。然后再来就是暴躁嘛。谁啊？你啊，情绪暴躁吗？压力啊，真的有时候会压力很大。在哪里？对啊，都会拿酒品去丢，这样子丢物品啊。对啊，丢物品，精神虐待，你完全没办法想象了，真的是，我想到这个很可怕，因为会拿物品去丢，不定时炸弹。我家娘还含我照咧，我家娘讲你去外面租屋好唔好啊？赶紧听小村。这2年多来，就是从搬出来之后，妈妈的那种整个气色跟整个那种状态，跟搬出来之前差蛮多的，我觉得。然后整个气色变好，而整个想法也跟住在旧家的时候不太一样。我比较往正面的方向去想。我出来差不多1年多，快2年，算起来是蛮顺的啦，因为贵人的是算很多啦，嘿呀，事业就摆夜市啦，不管做什么，我觉得也比较顺利，想法也比较开朗。你没觉得辣嘞？真的是我没有吃到辣。还好。对我来讲很辣啊。
这个是我们的新住民的医生关怀协会，还有儿少的都有，弱势家庭啊是什么的都有啊。我们常来这边放松啊、聚餐什么的都有，还有小朋友也可以玩，也可以学习书法啊、跳舞。嗨，老师我来了！还有那我们的姐妹，还有这位魏轩也是我们很久的姐妹。我们还没有转型过来。他老师都很辛苦，还没转型。好。好了，切吗？没办法，我有点放在那里都会掉。180的嘞。你的量孔机在这里。有用吗？老师，你用好了吗？恩师老师哈，他是我的挡风哎，这是我碰到什么事情，他马上第一个都是来帮我解决的。老师他回家没有练习这个，那边对啊，他要跳2段。这一段就是最初成立的时候，州的对象就单亲、失亲、隔代教养、经济弱势，还有特殊境遇的一些的家庭。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也就发现到有非常多的新住民2代。其实早期里面我们都知道，新住民过来的时候，很多的先生状况并不是很 OK， 所以那时候还没有新住民之前，都是叫外籍新娘。渐渐的、慢慢的，我们就变成一个新住民的一个团体。那是你盖的。 7年前那时候，红姐刚进入高中，然后同学带她过来我们这边。我们那时候看到红姐是一个很阳光的，可是我们不知道她后面的家庭的背景是那么艰辛的。我记得头一次接触家福是高2那时候家里出了一些状况，对家福经济状况也好，然后家人状况也好，然后家福。 透过公所还是透过社会局，家福才介入的，对。然后家福是持续辅助我们到现在。所以我们一般都跟家长互动很好，我们就说请妈妈过来。那时候妈妈很忙，很忙，根本就会想我过来干嘛？可是最重要，很忙，这个过来做什么？对，他会觉得我要过来这里干嘛？小孩子的活动我要过来看。 可是当他家里发生的事情，就我一句话说那你还好吗？后来就老师不断的在关心，我想说，他当着真的一个老师这么关心我，很少这样子，几乎没有碰到。出来之类。你看，好，给嗨，给灾难啊！我还记得我们那时候在小房间有没有？对啊，那小房间还有几次的那个真的是无家可归，还没地方睡，睡在这边呢，睡在小房间呢。对，真的被家暴的时候没有地方睡啊。大概好像是老大的时候是很小，我很想回去。其实那时候很久没回去，那时候我还想回来了嘞。然后呢，有一次我就回到那个桃园机场那边啊，就接到我朋友的电话说：“安娜，你为什么你回去？那你为什么不要帶你兒子呢？同埋唔可以帶一四火陣呢？咁唔可以講啊，唔可以帶一四火陣啊，家陣嗬，你點解到家陣我自己回去嘛？然後就想到我公公婆婆對我這麼好。”機票買給我，我的零用錢，我回去的零用錢他給我，然後手機也他給我帶回家。我心裡想說，我不應該這麼做。他對我真的是很好，當個女兒去看待，我不能去背叛他。然後回到家就哭，每天晚上都哭，反正就哭就對了，每天晚上都哭。想到我直接回頭回來這邊啊。有台風啊！结果台風明明就沒進來，因為台風下雨下好大。來到這邊啊，心情很
很快乐啊，好像很像全部开这种，全家福开这种用心啦。不管做嘛，该事情都这种啊，然后很快乐放松啊。对啊，就是像一个寂寞这种用心啦。好啦，笑死了啦，有一些，哎呀，欠一寡等戏上啦。你无叫人家孙娶啦，你安尼。还孙啊！对啊，就很像我们台湾的妈妈味那种。真的啊！你要先拾起来，就会矮孙啊。学长早，好，好。学长早，好。就整理一下，等下看一下器材。好。这里是新竹县消防局的2重分队，对。那这是我们的学长，对。然后这是分队长，这样子，对啊。你好，你好。我的救护志工的分队在这边，对。然后等一下会整理一下救护车跟器材。纱布，血糖机看一下。我大概是在今年1月初才加入救护志工。对，那加入的原因是因为之后会想念学士后护理。像救护志工的资格，它需要有 EMT 1以上的证照。我在医护方面有3张证照，一张是 EMT 1，还有一张是急诊外伤证照、创伤证照，还有一张是高级心脏救命书。来检查一下气量，来交给你。他刚进来的时候，其实去的训练一定会就是那边的器材大同小异，只是我们摆放的配置。他来我们这个分队，可能就要熟悉我们器材的摆放配置，东西在哪里，跟我们下车要拿什么，跟我们包括我们队员有时候出勤的默契，都是来这边跟我们一起练的。好，压力卸掉。当然，我们正则警消，我们是受过 EMT 2的训练，我们跟他们志工是 EMT 1，我们多他们，我们可以插那个，包括我们说的 LMA， 包括静脉输液，他们不能做，但是我们可以做。对。AED 你还记得吗？贴哪里你知道吗？右边，右上左下。然后这边。这包是高级心脏救命术的包，然后它有听诊器跟 endo 插管的。喉头镜，以上是喉头镜，然后这是欧卡病患专用的，这样子，看有没有电吧。对，开贴插嘛。开贴插电。国中时候就想念护理科，大2的时候，因为有一些因素啊，觉得念人社院学士班不是我真的想要，虽然说它是我兴趣，没错，可是它好像不是我真正想要的追求的东西，所以后来就觉得应该要重新找回自己念护理的那首先第一热情。那个东西在车上的时候就要备齐，然后我们要下到底，就跟着距离这样。小心，这样，好，先呼唤他。先生，先呼唤就好。先生，好，没有反应。先生，好，也没有反应。没有反应，患者对声音没有反应。对，痛，诊动司机没有反应。他对医疗方面很有兴趣。看阿公家公有高血压，那时候阿公有高血压，他就会帮他量血压怎么的。
他对医疗很有概念的，以后可以帮助人家。还有一项工作是，你可能也需要当贴 AED 的那个就是副手。那你假装我是你去贴 AED 这样子，准备 AED。好。他其实反应还蛮快的，就是我们在讲什么，他也马上都能明白我们在讲什么，动作也都蛮迅速确实。然后进行贴 AED。还有一些平常在他来的话，就是跟我们的一些默契，就是我们一起出救护必须要做什么事情，让他了解我们做什么事情，他平常看到我们没有做，他才会马上补上这样子。好 ，OK。1、2、3，好 ，OK。好，来该扣的。因为我们人手的话出勤的话，就是2个队员这样。如果说有第3人的加入的话，就是会比较好啦，对啊，这样会比较好。然后往斜角分。干嘛？好 ，OK， 好。这个我们东西就是把它收回去，放在原来的地方。切好的丝放里面哈，好。你们的盘饰好了没有？盘饰那边也可以那个好，盘饰在做了吗？水花在做了吗？好，来。哦，那师傅刚才报名的嘞，家福办这个活动吼，你要不要去考这个证照吼？你对吃的很有兴趣，不然你开店的是需要一张证照啊。我想那好。水花好了就到前面看哈。好。后面同学动作快一点。好的，就是把它整理好，成品放在上面，然后擦一擦，这样保持干净哈。鱼啊，另外才要抓鱼，那一个人2条鱼哈。那个冰箱那2条鱼哈。1只5只。我的学生里面非常的多元哈，除了有那个台湾、有印尼、有泰国的，还有新加坡来学的，更有一个日本的学生。一般来讲哈，新住民他们有2个途径哈，第一个就是透由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基金会哈，来帮组成一个有需求的一个班；另外一个他就是透过县政府自己的案子，然后来招班。太大的话呢，他可能就会怎样，先切再修，像这样再修。好，等下请同学哈继续切哈。高高。好，高高好。今天还好吗？今天都很乖，好。好，好，谢谢，来，我们同学来专心哦哈。那万一呢，你碰到中间这么大片有没有？你要怎么办？之前老师有去家福上过课，然后呢，在去年的时候呢，家福他们就成立了一个就是妈妈的这个中餐丙级证照班，那他们15个名额来考，全部都考上。所以他们又写了第2年的计划，4到6分，对，0.3公分的厚度哈。是这里来，安娜来，好。今天会来这边是因为就是我们家福中心一直都有在做家长培力的部分。那我们今年跟陈玉茹老师合作开了一个中餐丙级证照班。那刚好安娜今年参加了我们这个方案，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里这样子。安娜是在106年的时候来家福中心申请经济弱势的部分。那当时就是由嘉云这边负责照顾他们这个家庭。2道不同的菜哈，切尽量小一点哈，让它跟玉米一样大，那整盘的那种刀工才会漂亮哈。安娜的部分，其实她在106年的时候就接受家福的帮忙。那时候我还不认识她，我只知道她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孩子，她读清大。那个时候安娜也在思考，我一直想要求一个家的完整，那个完整对孩子的影响到底是什么？就是真的下定决心之后就搬到外面来。那在搬出去之后，她发现了一个对她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惊喜，是她的孩子不再做噩梦。那她的孩子也可以很安全的一个人待在房间，安娜可以忙自己的事情都没有关系。这对安娜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惊喜，也是一个震撼。原来她过去求的完整，其实是对孩子在心里是有很大的伤害。所以后来安娜就自己带着孩子在外面生活。你擦好不好？你要认真一点，可以吗？好，4跟6多少？
走，我们要去摆摊喽。哎，你衣服要换哦。湿哒哒的，你是怎样？哥哥，你去帮他换一下。我要准备去摆摊的东西啊，去买东西啊。摆家私的东西。我哪知道你的水壶？嘿，我来去咩穷啊去啊？2隻來咩嘿？幾位聽少啊？叫麥啊？來啊，來麥咯，要趁10頓咯。係咯。幾位喊啊？係未解聽少麥啊？走女啊？我做了廿時吼，因為吼我愛做工廠度做吼，冇時間吼做，就你愛拜六不暗就買啦。你叫你拜買月曆啊？每日你拜啊，每日拜六買月曆啊。叠不进去。OK， 好，上车了。妈妈，你没看啥呀？来呀，等阿静等一下你叫来呀，来买一串青啊，好吗？哦，瓦瑞婷用我，好痛哦！我们一起笑。王丽婷，我就跟你讲。王丽婷，你看怎么办？哈，你先来鉴定好不好？我去医院哦，那我就报警了。我想你要看哎，我这样不行啦，我用到那个血了啦，会。我先报警，让你去医院。我记者看到边啊。好，小大姐要切掉，先来鉴定，好，你先来鉴定，好不好？你卫生纸先给我，我这样手不行。刚刚是弟弟突然开门，那因为我也没有看到他，后面有一个阿嬷走出来，然后他就是急着要摆摊，你知道吗？急着开门啊，急着要下，因为他刚刚已经在赶了，哥哥说在慢吞吞的。我来洗手一下，我手去用掉。有小朋友不小心他开门去用到。我都记者一家也车门出去弄。啊，阮囡仔无说自己开门着，因为伊唔知。啊，迄个厝的人说无？咱过定来对我家，我即摆我敲电话询问，等你去报案。是我甲红阿伯。好好，那留一下，留一下。好。你有那个阿伯的电话吗？阿伯，我儿子有留。OK。嘿，好。好。派出所，好不好？好 ，OK， 好。好，谢谢。你要来之前先打电话。好，谢谢，好，谢谢，可以了哈。可以。好，谢谢。我回来之前，我觉得说我心中跳进去，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情。恁头家啦，开门啦。你来，都出事啊吼！现在开门要注意哈，不能说记得吗？甲你讲啊，唔听，即马看你要听无？哎，快要下雨的感觉。袂啦，免你讲，袂使你讲。好。这边有一些小状况，还来得及啊。还来得及啊！这么多小帮手，不是小帮手，大帮手。这些来帮忙就是我朋友啊，好朋友啊。啊，今每日礼拜来甲我天寿拜，甲我天寿做生意，因为多么样？爱摸面啊，今日推广来天寿。我先到包啊。自工嘞。我们是
下班用钱的，不用啦，好朋友不用计较钱呐。好朋友不用计较钱，你看我听了多感动啊！哦，真的哦。然后也是好朋友啊，然后看他也辛苦啊。对啊，因为我们都是当人家妈妈，知道养小孩子不容易啊。好，来你好，吃看看咯。有，已经在传到。就是因为我们东西新鲜嘛，都是当天现做的，所以客人一次就成主顾。那个主顾客啊，他们都每个礼拜就会来买。对。我摆摊的时間嗬，我5點嗬就愛來釣魚殺，來釣魚殺先準備啊。像係按當然啦嗬，我咪5點來，最啱我5點半6點。我擺這個路邊攤嗬，我擺了就是嗬，差唔多3-4年有咯。剛開始擺我是買那個雞蛋糕啦，嘿，雞蛋糕。剛開始買雞蛋糕，按當然買啊，唔係當然買，生意慳差唔多啊。jadi你下按當然買，到生意都冇買好，冇買好，jadi我到時講來計買這個來做看看。雞心要來哦，雞胗跟雞心要來。加多少？20。這個想講做應該用啊，用泰式醬來吃看看。試了看，按當然試了好試啦，就點解到來買啊？買應該來試啦，分享啊！然後叫曬試了好試用，你做得買，對啊，用即刻上啊，用頭腦上啊，冇門癮啦，賺錢第一。我怕沒錢，怕身體不好，怕沒錢哦，真的。我要買房子，需要投資嗎？6隻，對，6隻，60。雞蛋吼，雞蛋，吼，这个好，这先放好。在说要那个什么，他找不到那个停车位嘞。他说我跟他讲公园那边有停车位啊。还美女呢！美女，亲妹妹，这个是我叔叔的女儿啊。长辈啊，我头发哈很乱，我来化妆一下，美女来化妆一下。三八花来，美女化妆一下啊。大厨，还没煮好，还没煮啊，刚煮哦。真的是大厨。完事嘞，4年要去啊，5年要去哦，3年嚟5年。3月吧。可以該了解年。3月吧。3月的17年嘛，應該半年了吧？半年呢。我想問下，講就講乜呀？講嚟講頭健康。真的是老公。嫁到好老公。要很愛煮菜，那隨便煮就愛為煮。我不要煮了，我累了。我回到家我都不動。回到家還要動。大包200。煮菜好吃嗎？阿偉，煮菜好吃嗎？好吃。好吃哦，好不好吃？好，上菜。哦，上菜了，好吃了。你沒有叫叔叔誰在吃飯？有嗎？沒有看到，有沒有？紅姐自己裝啊哈，不要客氣哈。阿婷，你要糖吃嗎？來吃飯了，阿偉。妹妹很喜歡拍照，記錄生活，畢竟人生短短幾十年。以前不會愛拍啦，現在改變。其實我這個還好。他煩惱真的，以前他說我有白頭髮了耶。因為他跟我們愛講前2年就轉幾年嘛哈，愛要轉就轉啊，全部成日大轉的嘛。愛嗰個佢到咪按咗去按煩惱哈，佢講你係咪計就會去講出來聊聊天嘛哈，人班聊天愛唔對啊，是我愛就冇煩惱嘅，愛就係天天快樂。哎，就好説就説嘛哈，就好聊就聊嘛哈。對，佢用啲煩惱按多，愛唔對哦，要煩惱係要煩惱啦。
我比较不会跟我家人讲，很怕他们担心，而且又看不到，看不到，而且就没办法处理。就什么事情自己吞下，然后就是每天还是要笑笑的。菜鸡啊名。我现在是搬出来吼，那我未来的规划吼，我要好好改变我的生活，然后我要好好考上我的证照。我想要明年一定要打算先开一家客家印尼小吃，很特别，我要开在我们的宜兰。俯首寒窑了，俯首寒窑。他想了我一个人，没有，他为了小孩子吧？他应该是刚开始是为了小孩子吧？对啊，对啊，他还是不会选择就是要放弃他的家庭，还是宁愿就是还留在台湾照顾他的小孩。不然我们有时候会劝他说，为什么不会去印尼？因为我都反而觉得他韧性很强，比我们台湾人还要来得强。对，如果是我早就离婚了，早就跑回去了，早就跑回去。我们都劝他赶快回去，他真的。他蛮刻苦耐劳。他说：“为什么我的个性这样？”而且他很乐观，他不会抱怨，他就是觉得那是他的责任。小孩跟老公还一样，还是虽然老公没有给他收入，可是他还是觉得那是他儿子的责任，也是他的责任。你不理也不是，理也不是，就在那边一直挣扎。你不理也是没有一个完整的家，你理也不是一个完整的家。也是有这样子，后来想想还是离好了。反正我没有依靠了啊，我依靠不是他，对不对？我没有依靠了，我依靠是我自己的双手，只是还有我身边的朋友。真的啊，有时候我想到他们真的是，好感动。我来台湾要20年咯。你下吼，我台灣當作一家家務，我用最大的希望吼，我用隻師傅吼平安大吉，好好存來，買出去就一家家務吼。媽媽，謝謝你當初沒有放棄我。那以前是你照顧我，現在換我來照顧你。這冇煩惱啦，吼，就是聽講來講吼。你打電話嚟講喺廣播啦，嗬，唔係煩惱唔好啦，就快樂就好，愛食就食啦，要愛聊去夾來聊，要做啦，咁樣冇煩惱很多。這裡我取得中餐丙級證照，終於我做到，感謝老師的輔導，還有家父。